各位 Tech Matrix 嘅觀眾大家好，今日嘅消息真係有啲震撼。你知唔知道，單一日就有接近19億美金從比特幣嘅 ETF 基金裏面流走，市場嘅恐慌氣氛已經蔓延開。傳統上，大家都會覺得比特幣係一種避險工具，當科技股受壓嘅時候，加密貨幣市場應該會穩得住。但今次嘅數據打破咗這個迷思。大批資金出走，加上科技股本身嘅壓力，雙重夾擊之下，連比特幣都開始失守。目前嘅關鍵支撐位6萬美金岌岌可危，一旦跌破，整個市場情緒可能會進一步惡化。今次嘅事件清楚反映出在宏觀經濟不穩嘅情況下，連最被看好嘅資產都可能失效。我哋必須重新審視風險管理嘅策略。